大家好，呢度係市民中心地鐵站 E 出口。咁今日就會教大家點樣由 E 出口通往經地面通道通往呢個福田火車站。係啦，嗱咁先大家睇一睇個地圖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哋市民中心地鐵站個地圖啦。呢一個咧就係 E 出口。咁然後咧，我哋咧需要行到嚟個福田火車站嘅位置咧，就喺呢個位置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咧係要經過地面，然後去到呢一個新嘅入口。咁就需要穿過呢個市民中心廣場嘅南側嘅。呢度就好簡單嘅啫，一條直路過。咁呢度就 E 出口啦。咁我哋就成日。扶梯上行，請靠右站穩，握緊扶手，左側通行，請照顧好老。咁出到嚟地面咧，我哋只需要沿住呢條馬路向前行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點解要教大家行呢條路咧？因為咧，福田火車站同市民中心地鐵站咧係規劃，而且係起咗一條大概500米長嘅地下隧道，亦即係呢一個地底嗰度，呢一個方向嘅地底嗰度。咁但係因為咧，喺我前幾日之前咧，我見到嗰條通道咧係尚未打通嘅，咁亦都唔太相信咧係喺呢幾日之後開通福田火車站咧，嗰條隧道亦都會打通嘅。咁所以有見及此咧，咁我就教大家咧點樣由市民中心咧係沿地面通道行過去，直接行過去福田火車站，咁就唔需要喺市民中心再換乘2號地鐵蛇口線，再去到福田地鐵站，然後再行翻上去福田火車站，咁啊比較費時失事啦。因為咧呢條通道咧只係200-300米長嘅啫。嗱，可以大家見到咧，右手邊咧就係市民中心，左手邊咧就係水晶島。而佢嘅地底咧就係挖咗相當大嘅一部分咧，係做呢個火車站嘅。咁而經呢一條地底通道咧，去福田火車站乘坐高鐵咧，咁亦都只係需要大概5分鐘嘅時間嘅啫。咁比起咧，你轉乘2號線去到地鐵站，再轉翻嚟咧，係節省好多嘅。我哋見到咧，福田新嘅地鐵站入口咧就已經喺眼前㗎啦，咁係相當之近嘅其實。咁呢一個咧叫做15入口。咁現時咧，因為未開通高鐵嘅關係咧，咁仍然都係俾鐵閘嗰度攔住咗嘅。呢個地鐵站咧，咁其實只係同呢個市民中心地鐵站咧係相隔200-300米左右嘅距離嘅啫，200米左右啦嚇。咁然後咧喺大家見到嘅左手邊咧，就已經係見到仍然都喺度施工緊嘅福田站。咁我亦都隱約見到有福田站呢3個字大字名站牌咧，已經係掛咗喺度噶啦。好啦，咁然後我哋就穿過呢個入口咧，就可以入去地底嗰度啦。大家好，咁呢度咧已經係經過頭先嗰個出入口咧，已經到咗福田站噶啦。咁啊，已經好快嚟到呢個地底火車站嘅購票大堂啦。係啊，
咁前面咧正前方咧就係售票處2。咁各位喺呢度訂咗車票，又或者係準備以現金支付嘅朋友咧，咁可以喺呢個2號售票處嗰度，咁就購票或者係取票，係啦。咁呢個係離呢個市民中心咧最近嘅一個售票窗口，係啦。咁然後咧購完票之後咧，就可以喺左手邊啦，有個通道咧，可以通往咧呢個叫做候車廳嘅，係啦。咁就由呢個位置落，係啦。咁而家都係喺度裝修緊嘅。咁預計咧好快就會開通㗎啦。咁各位，我呢度喺深圳福田嘅報道係咁多啊。